窑门之王，为吾与乱中御计呀！哦，是了。平日娘子丢马，借天气临风西荡，鼻孔东外千金体，因此上见他委屈相容我。娘子，娘子，既要为道相夫君，也应该命我为了你这为家。不对呀，想我娘子也自见，正因是不容无名干涉王，他的马也令其他同为夫。将我娘子内官教之女，千金之体。因长期谁有这样的贫苦，怎奈终于尽呢？
莫非他另有新欢几匹吧？不为呀！我娘子平日是贤德女，我这能平白无故去冤枉她。也是不定啊！这几天我官长不断出空，是见他外面贼超过一番，莫非他？哎呦，我回去看看。我急急忙忙，为要做。看见娘子睡朦胧，我恰慢上前去敬奉他，给他醒来是从用。想当初他不言我贫穷，在我来在寒窑中，家无个月亮，但已难过冬。莫非他今日变记忆，他领跑琵琶要插乱风。娘子，我梦真穷子穷在东，但跟领吹那是永通，金榜题名天下闻名。到那时我头戴着乌纱，身穿着红袍，坐定在高处，要记着雨打，我要拜拜拜拜，要祝长远天，你吹风嘛，就不要下雪；既下雪嘛，何必吹风哦？今天出门观察没有观察，反受了一等衣笼。身上的衣服都被风气打湿了。我在路上拾了几根芦笋，我不免将菜点起火来，也好将我的衣服烘干。等他醒来，走他理论。君子不得志，反被小人欺。
我啥得了之？当吃当罢，你这两个石头和尚，可要看看我李老爷的厉害。哎呀呀呀！不但小人气，吹呼都要气，我就不靠。乖，这路在下地，倒教成一个实事。倒引起我李老爷的私心来了。我以实事为题，实路头在九度空。都在呀，都在呀，都在。我开口都在，闭口都在。难道李老爷离了这么烂事，就不想我了吗？都在。十渡之门就不开，满地水星转归来，苏许难解几何东啊，就用相待。实苦不好，苦难言。我饥肠辘辘，东吴难当，还在什么野狐后？怎么一说是觉得身上暖烘烘起来了。我来问你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起的陆军。陆军？哎呀呀，陆军的下体之门，怎么你可以盖在我们读书人的身上，真跌着我们死亡。哎呀，你不怕累吗？
大丈谁孩儿不能。那你看我，不能呐！秀才，在数九而天，你得于何事？且于何难？生人之道，非礼不同。陆军乃是下天之文，怎么你可以顶在我的头上，真岂有此理！你呀，真是啊！在为妻替你送我洗碗呢。洗碗？嗯，香啊！秀才，你去为洗碗吧。秋气难当。哪里有什么秋气呀？不接近。哎，青山子把米做，无言不接人呐。夸不用啊！哎呀，你少吃一点嘛。哎，我宁可清贫，不可受富。这是什么话？不吃就算了啊，算了。哎呀呀呀，这些事也算得了吗？好，我来问你，这前面杨上路，后面呢？绕到林呐，你也知道哦。既知道前面是杨上路，后面是绕到林，黄金钱包无人背，眼看要冲上一心，我你在碗洗碗，真你问这碗洗碗么？哎，哪里来的？他们自有来路啊！哎呀呀，他是有来路啊！哎呀，你呀，你枉为相府千金之体，简不知自是大礼。你枉为相府千金女，离你连次见不知，一道子我是小事极大，还要天涯归叶子，你把我金陵年轻男女，一代妇女懂律师。虽然为得要来，免有不悦之色，出言不遂。想我父亲撇派以来，他从无这等光景。他心中定有难解之处，带我去问个明白。秀才，你为要来不问原因，你又怎知讲些呢？我这里不问原因，你那里也知讲戏啊？秀才，你从早出门，为得要来把我冷风一着的，你就不念为妻为你，神机谁害么？要加几乎寒，必是迷无塞。哪来？什么？塞米呀？他倒问我要塞要米呢。我不免将他轰出窑外，评估足迹，这做道理。啥米呀？有啊，在哪里？在窑外。哎呀呀，你怎么不拿进来呢？这是我拉他不动，等我帮你去拿。好，走。塞米在哪里？塞米在哪里呀？啥问塞我米，就是我和你。既无塞我米，不该哄为妻。妈，那这你我二人门主要内无聊，不如叫你出来。那，来看看这些景，看看这些景，看看这。
我们处在什么境遇，还有什么心情来观看西经啊？环境可以御寒，并且可以排解。你是什么？娘子啊，你看路上的好景致，好景致啊！你看山上的景致真好呢。娘子，你看地上的好景致，喏，你看天上的景致多好啊！我是路，它是山；我是地，它是天。哎呀，令人有些你哦。有的，你拟过些什么呀？我来问你，这大的是冰块，小的呢？朝上去，西上面是西花呀，西花旁边树草莓。哎呀，我说是这个，哪个？这个哪个呀？哎呀，那这个，哎，这个。我到现在今日为得要来，为何这样气势汹汹？原来他竟在作贼而生疑了。我暂且不与他生命，把这个孙秀才气上一气。啊，秀才，你问这南中女婿吗？这南中是谁？是你的呀？是我的。我穿的是永谢，这是丁鞋的足迹。秀才岂不闻长子满兄为永谢变丁鞋呀？好一个壮子满胸为永谢变丁鞋，那么这小的呢？也是你的，也是我的。这就不得了，一到庄子路，大作变小作。这是为妻我的足迹，是你的。你不得要来，吃要何事啊？出来嘛，放你呀，放我啊！放我们也不过是要钱要货要住要有。你看，放啊放啊，放到羊肠路上去了。为妻一步放一步，放至羊肠路。陈房啊，陈房，修人呐，修人，修人。为人在世见不了三桩大事，这就叫修人。哪三桩？那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，那就是这三件。别人之事不管妄谈，为妻我啊，谁见得了？我看你呀，见不了，见得了，见不了，见得了，见不了。想当初，在彩绿之上炮打彩酒，招财不虚，许多王孙公子鞠躬申愿，我都不中。当时见你在外过人，再把彩酒赠送于你，这算不算富贵不能淫啊？那人呢？相吾见你平庸，要我回亲，我事事不从，再被相吾滚出府来，这算不算为吾不能缺呀？小小的身子，小小的身，贫贱不能移呀！我看你就见不了，那我更能见，见不了。我随你来在寒窑之中，两无隔业，一无所人。我安贫实属，并无怨言，见得了吗？不但能见，而且见得过于了。把你上车一样，你敢言过于良人啊？四出才艺，真被庸俗，都出在你们中。
穷，哎，穷什么？秀才自亏呀！哈哈，这是当今的贫穷，按主一时不服。我在一旦高中，天下扬名，那是因为战国的母亲，羞涩的母亲，还要提升你呀，你这个千金小姐啊！秀才上得高中，也不忘为妻生计生活，是苦还辛啊！哼，爱孟真是功名是朝廷，我看你呀，你没有福气做夫人啊！哎，不忙哪里去？夫人要进去呢。不忙，这足节之事一并。哦，食菜时算平，平不了。烧啊，烧不行。洗呢？哎呀，洗不掉。那就罢了。罢了。你罢，我不罢。我对你说，今天平得了足节，你就紧要请我；要是平不了足节，你宁是修剪我命。我看你呀，连钢筋都不要了。不要把这个孙秀才气坏了，等我进去与他说明了吧。哎呀，你打人！你要打人啊！你打人！你要打人啊！哎呦，好，你要打人！好，我今天要打人了！哎呀！两口子当家，与这杀过无关嘞！哎，你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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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你打！好了，算了吧。秀才，你要打谁呀？我要打穿钉鞋的。哎呀，秀才呀！春秀才需要问彩泥女丁女婿，还是我乱猜你呀？他怒气冲冲不肯了，一碗稀饭不再酒，更应昨天气不牢。秀才呀，你本是读书之人，保养是将来苦尽与高说了半天话，这句话在中听啊？为其哪一句话不中听呢？那，你呀，真带去不起，不中听。哎呀，我真要与他说明，他还是这样凶狠。我还要气他一气。现在展开去到哪里去啊？你问我不查。我都管他不斩了你！哎，我不是你出去！哎，不是你！哎，穿钉鞋的呀，你明天来不要穿钉鞋来，你穿绒鞋来嘛，免得我叫秀才要凭足迹，让他来一个照罢不分啊！什么照罢不分啊？什么照罢不分啊？哎，穿钉鞋的，你再来，你要是再来，我就当你的狗腿！哎，你来，
不气死了！我不要做人了。秀才，你要做什么呀？我要死了！你拿的什么刀啊？是棍子呗？棍子！哎呦！你啊！去！源于爱女心，偷偷名人送人迷。你为要来不问青龙与朝拜，反出言语伤为妻。你王位之事大礼拜，鸿门秀才将人妻。站滚！自从他到要来，我与他相敬本相爱，总算是十不从几，一不乱。他从不半点冤与悔，他真为主才这种事，只怪我理性心安悔。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！哎呀呀，这些事实在有点说不过去，说不过去。像我娘子平日十分温良严守，只用上前背过礼，定然服侍了。娘子，不要生气。娘子，被人出言冒犯，娘子是个宽宏大量之人，只要把话儿讲明了，定然服侍了。娘子，那被人与你这相有理了。此事岂能当作儿戏的呀？是啊，是非动儿戏，非动儿戏呀！我岂能轻轻做过一就罢了吗？我非要下过全力不可啊！娘子，不要生气，那被人与你这相有理了。娘子，办事需要三思，下次不可超次。是。我到场无端呐，当将死无非，满天永无声啊，一对偏夫妻。我说是一对美夫妻。既是美夫妻，你就不得动财惜你的了。陈皮生言所能复古，古人改嘛，算么大意。
呀，秀才你怎么了？娘子啊，我的腹中起我了。哦，来为妻替你人问洗碗呢。哦，多谢娘子，多谢娘子。哎呀，已经冷了。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冷吃冷饭我都能吃，我都能吃。冷言冷语是人心啊。娘子，你又来了。妈，我还要问你几句话呢。什么话呀？你刚才为要之时，我见你饥饿难当，与你盛了一碗稀饭来。你讲了许多话，你还记得不记得？什么话呀？吃了再说。妈，你说秋气难当，何为秋气难当啊？那娘子，你听错了。那我是这样讲的：今天出门观察的是风息人大，漫天涌入。哎呀，我说今天武器难当。那娘子这碗稀饭吃得这样好，这样香，无求之有啊！武器难当啊！武器难当。妈，你是不吉人，谁不吉人呢？那你又听错了，我是这样说的：今天出门的时候，路滑得很，我在路上绊了一跤，那身上压了一身烂污泥，那我说我的手不洁净，并没说你不洁净，还有快不用，何为快不用啊？那我是这样说的：我见娘子这碗稀饭吃得这样好，这样香。我想端过来就好，来一股神流而下。筷子可以不用，筷子可以不用。妈，这几句话我都不气，唯有2句话我是最气的。是什么话呀？你是宁可清贫，不可说富。谁清贫，谁说富？那娘子你又听错了。我是这样说的：我见娘子与我人稀饭的事宜举止慌张，我只怕你把这砂锅要当破了，所以叫你只可轻敌，不可触破。生人之道，非礼非言，有什么清贫呀，说富家。秀才，你竟是前去观察，当七当八对你是何啊？不得当七当八倒也罢了，比起当七当八，我的气就涌上来了。平日先命中又吃饭，今天先吃饭又命中，梦中去世一场空。那当七当八，二人为路靠虎，见了我不理不睬。哎呀，娘子啊，我的腹中饥饿难当，我就心生一计呀。你心生何计呀？我将身上衣服撕下一块，丢在火里，他二人分着补去。一个说：“师弟啊，你的衣服烧着了。”一个说：“师兄啊，你的衣服烧着了。”他二人刚一起身，我就得是树上葫芦，靠他一个霸王虎啊！司机呀，只有你秀才才想得出哟。他们的计比我还要厉害。那当起身，师弟啊，今天李老爷来了半天，你为什么不替他倒杯茶来啊？这是他们在正经里呀。正经？那当办，倒了一大碗的茶，找不到，吃不到，刚刚去到葫芦旁边，他就扑通一声，哎呀，倒了！哎呀，碗倒了！谁家倒的茶哪里会变饭呀？洗碗倒了！哎呀，洗
望到了，希望到了，希望到了，里面还有米呢。啊，有米呀？哎，有米，有米，有米。米呀，真是。哎呀，好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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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